焦慮症，大家對佢嘅印象有啲乜嘢咧？一緊張就出手，飆冷汗，定係？當然唔係啦。今日情緒研究所講嘅主題就係焦慮症。我想請問一下咧，當你聽到焦慮呢個詞嘅時候，你腦裏邊第一浮現嘅畫面係啲咩？考試之前咯。考試之前。OK。俾老師鬧。如果當你諗到未來嘅時候咧，你感覺到期待定係恐懼多啲？恐懼啊，唔知會發生咩事咯，同埋唔知可能未來嘅嘢自己做唔做到咯。你覺得大眾對情緒病嘅最大誤解嘅位置喺邊度咧？玩手機玩嘅。OK。我覺得一定係可能死板咯，對佢哋印象，因為佢哋通常都會覺得情緒病係會傷害到人哋咯。你覺得大眾對情緒病嘅容忍度係咪真係好低咧？因為佢哋覺得嗰啲有情緒病嘅人好有危險，好危險咯。對於情緒病呢個問題，就係認知喺嗰個狂躁症啊嗰啲比較攻擊性嘅情緒病上面咯。我覺得佢哋係會驚情緒病，但係都會肯同佢哋相處咯，係可能收埋喺心底裏嗰種驚咯。好，你好善良，多謝。今日我哋情緒研究所講嘅就係關於焦慮症，但係冇辦法，我哋實在唔認識焦慮症究竟係乜嘢，所以我哋今日又見到蘇姑娘，由我哋介紹焦慮症究竟係乜嘢。咁我首先問嘅問題就係點解會患上焦慮症咧？究竟？講起焦慮症咧，可能好多人會覺得係同性格有關嘅。即係我天生我就係咁焦慮啦，成日都會擔心。咁但係其實有好多嘅研究都話咧，焦慮出現咧係有好多個因素而造成嘅。譬如啦，可能係童年咧，細個嘅時候有啲創傷嘅經歷，譬如受過虐待啦，又或者係咧喺而家日常生活裏邊咧，佢經歷咗一啲好大壓力嘅事件，譬如可能係我要考 DSE 嘅，係啦，又或者係突然之間我人際關係出現咗好大嘅轉變，甚或乎咧同一啲唔好嘅生活習慣有關，例如就係我瞓覺其實好唔規律嘅，成日都好夜瞓，咁導致到自己冇精神咧，其實都會令到一個人焦慮嘅。咁如果患上咗焦慮症嘅患者嘅話，佢有啲咩特徵咧？如果講特徵嘅話咧，其實可以分咗兩個層面嚟講嘅。第一個層面咧，如果喺生理方面咧，其實佢身體上咧可能會有好多唔同嘅一啲信號話俾你聽嘅，例如就係佢可能突然之間覺得全身嘅肌肉都好繃緊，突然之間個心會跳得好快，呼吸咧會覺得好急促，或者個肚咧都會覺得唔舒服等等咧，呢啲可能都係一啲生理上話俾你聽，可能你係有焦慮嘅狀況。而喺生理方面嘅一啲焦慮症嘅症狀咧，可以係譬如覺得精神好繃緊啦，同埋咧個人個思緒咧係好亂嘅，組織能力都比較弱，同埋咧經常咧會唔合理咁樣覺得咧一啲唔好嘅嘢咧會喺自己身上面發生，咁呢一啲咧都可能係焦慮症嘅症狀嚟嘅。學生要點樣去舒緩呢啲症狀？如果學生嘅話咧，其實可以試下去做一啲呼吸嘅練習嘅。譬如啦，當你真係好驚嘅時候，我哋可以嘗試咧慢吸慢呼，咁而吸氣嘅時候咧，我哋係可以慢慢吸啦；呼氣嘅時候咧，可以比吸氣嘅時間長。我哋慢慢拉長個呼吸，咁其實個人咧慢慢就可以靜到落嚟嘅。好多人都以為焦慮症係諗太多或者係意志唔夠堅強，但係實質其實唔係。焦慮症係一種真實嘅情緒病，係會持續地緊張、擔心、心跳快、瞓唔好，甚至可能會嚴重到影響到工作同埋生活。如果你發現到你自己有呢種狀況嘅話，而唔去及時處理，你就會越發嚴重。如果你身邊或者你嘅朋友有以上嘅狀況嘅話咧，請快啲尋求專業嘅協助，幫你一步一步咁行出嚟。咁今集講咗咁多關於焦慮症嘅嘢，希望大家都有所啟發。下集情緒研究所，我哋再見，拜拜。中意呢條片嘅你記得 like 同 share，仲要 like 我哋嘅 Facebook，follow 我哋嘅IG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 啊！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